台南市模范儿童表扬大会伫咧主席高中举行，市长会特颁发奖状予213间学校的332位模范儿童，并甲每一位学生拢来翕相做纪念。优秀的孩子呢，是值得我们作为孩子学习的典范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办理这样子的，在儿童节前夕办理市模范儿童表扬大会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就是要让孩子优秀的表现，值得作为全部孩子呢能够学习的榜样。那其实，在校长的立场，优秀的孩子值得鼓励跟表扬，但是每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。我的教育理念就是善待每一个孩子，让每个孩子的天赋得以自由发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别差异，提供适合每个孩子的发展的舞台。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儿童节前夕，我们表扬了很多我们特殊的模范儿童。那在我旁边的是小安，那他长期以来接受我们自闭症的巡回辅导，那成长很多。以前呢，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很胆怯，不敢说话。他今天勇于面对镜头，那也面对这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也感谢市长颁给他这个奖章。我觉得这6年来他学习到很多跟人相处的好方法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他们鼓励。联合国定伫咧逐冬的4月2号为世界肯纳日，自闭症巡回辅导老师赖玉成认为，市府经伫咧世界肯纳日进前来表扬模范儿童，互规个表扬的活动变了更加有意义。来参加111年度我们模范儿童的表扬这不是为了即将来临的儿童节大家应景，是真的我们真心的觉得在学校努力用功，不管在学业或者在德智体群等等的这个场域有非常好的表现的同学，我们希望说有一个机会能够让市民朋友们，让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关心，看到各位。所以呢，我们特别举办模范儿童的表扬。我是小安，很开心能拿到模范生的奖，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。市长会特勉励每一位模范生，透过这个机会，会当让大家看到成为楷模，也希望因日后会当继续努力，用因家己的方式来让因的人生变了愈来愈好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